Seventeen。10幾個人喎。他我想問下你咧，有冇做運動嘅習慣？前排有跳繩、瑜伽拉筋咯而家 Pilates ，Pilates yes。都有嘅，可能會同啲 friend 去跑下步啊，或者打下 tennis 咁。我想問下你咧，如果而家要俾你去揀一個明星或者藝人同你一齊做運動嘅話啦，你第一個會諗到邊個？ Twice 嘅志孝，我試下帶你做 gym。Seventeen。 10幾個人喎。他是優秀。 Tyson Yoshi 如果要揀一個明星做你隊友，同 Seventeen 玩呢個對抗賽，可能打籃球啊、踢波咁樣，鬥快游水，你要揀一個隊員藝人，你會揀邊個？ Protect 咯。但我假設啦，鄭秀文係紅隊嘅隊長，咁啊 Tyson Yoshi 係藍隊嘅隊長，咁你覺得佢應該揾咩隊員咧 ？OK，而家翻我諗到嘅可能係 Stephy 咯。揾唔揾方力申咧？哇，好教喎！方力申喺第二邊，OK，爭一個 Tyson Yoshi 嗰隊，俾到個女仔，俾到個女仔啊！就係你啦。記得 follow 齊人娛樂。